另外，再来看这立法院国民党团呢，是来提出公道法修正草案，即嘛已经得透二读啊。因是主张这宪法法定的裁判呢，有通透过公道来复决。也毋过学者是认为讲，根据这公道法的规定，宪法法定的裁判毋是会当提来公道的对象。另外，这司法院呢是有制衡行政甲立法的权力，所以这份修正草案有影是明显违宪。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去年提出公道法修正草案，司法官又认为大法官的宪法判决关系到国家重要的国情，若是有争议，应当交互人民做决定。草案主张除了总统、副总统单一案以外，宪法法定裁判，通交互人民依法公道复决来推翻宪法裁判。这个手法引起外界争议。拜三立法院召开公听会，有学者指出，虽然创制复决是宪法互人民的参政权，不过根据公道法的规定，宪法法定的裁判毋是会当提来公道的对象。公道法嘛袂使抵触宪法。就创制复决的本质，它原则上是属于有限度的立法权，所以它除了必须根据公投法之外呢，公投法也有规定，创制复决不可以预算、租税、薪俸、人事这四种事项呢作为它的对象，而且最重要的，我们刚才提到。基本上呢，创制复决也不可以去违反宪法。也那前大法官黄庆下是表示，根据设置185号，宪法法定的判决就是宪法的违改，有拘束全国各机关甲人民的效力。另外，伊嘛指出，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，司法院是属监督机关，有制衡行政立法的责任。公道法的修正草案，若是要以公道来否定宪法裁判，嘛是明显违反宪政原则的。除非你透过修宪的程序，否则。宪法法庭无论如何，它都是最后的机关。那么宪法法庭的判决，它的效力就是宪法的位阶的效力。没有任何一个机关，包括总统，没有任何一个机关可以透过任何的方式，那么除非他让这个宪法法庭自己变更他自己的见解，否则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来宣告宪法法庭判决无效。伫咧公听会顶头，真侪专家学者甲大法官，拢呼吁各界应当坚守司法独立，也有三权分立的基础，人民也要遵守宪法的义务。希望司法立法拢要维护各界宪政秩序，避免民主制度失平衡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